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Word 表格必學技巧，表格欄位大小調整。將滑鼠移到欄位格線上，當滑鼠由標變成雙箭頭時，按住 Ctrl+L 鍵拉欄位，就可以一次過調整好所有欄位大小。表格內容排序方法一：當資料輸入表格後，若發現內容順序有誤，用滑鼠點選直接整列，直接拉到想要嘅位置。方法二：全選整個表格，選擇表格版面配置，按排序選擇想要排序嘅欄位名稱，再按確定。表格序號排序自動調整，選取所有序號，按 Delete， 選取所有序號欄位。再係上方常用的功能列選擇套用編號方式即可。其他欄位有移動，其序號會自動調整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.